日要傾嘅係一個關於凍嘅終極故事。一個人類快追咗300年，但係佢從來都追唔到，佢就係絕對零度啦，攝氏-273.1度。你可能會諗啦，咪就係零下200幾度咯。而家科技咁發達，點解做唔到出嚟啊？但今日我就話俾你聽啦，呢個溫度係宇宙最神秘嘅一點，永遠都打唔破。佢就好似一場你永遠都打唔贏嘅遊戲，就算大佬得返最後嗰一滴血，你點都係俾佢打死。故事就要從18世紀末講起啦。當時有個法國科學家瑟夫，佢冇事就中意虐待啲氣體嘅，將氣體加熱再降溫，測量下啲壓力同埋啲體積。結果佢發現咗一個非常之奇妙嘅規律：氣體啊，從0度開始計，每降1度，佢嘅體積或者係壓力就會減少差唔多273%。如果呢個規矩一直成立，咁降到溫度去到-273度嘅時候，會發生點啊？氣體嘅體積咪就係要變成0咯，甚至可能係負數。呢個太恐怖啦！體積變成0係咩概念啊？意味住組成物質嘅所有原子、分子，佢哋嘅熱運動完全停止咗，佢哋被釘死咗喺空間入邊啊！後來跟住一個叫做威廉康姆森嘅科學家，準確咁一計，唔係，更精準一啲，係-273.15度。佢大手一揮，定義咗開爾文分標，呢個就係絕對零度啦。從此呢個溫度成為咗一切熱運動嘅終點。但問題係138億歲嘅宇宙都從來冇達到過呢一個溫度喎。你知道最凍嘅地方係回力棒星雲，都要比絕對零度高咗個1度啊！因為呢1度係量子力學俾宇宙下嘅終極保險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所有粒子真係完全靜止咗，會發生啲咩事呢？咁就意味住我哋既可以知道佢嘅精準位置，又可以知道佢嘅精準動量啦。但係呢一個直接踩爆咗量子力學嘅底線，海森堡不確定原理。呢個原理講穿咗，就係喺微觀世界，你唔可能同時準確知道一個粒子嘅位置同動量。呢個係宇宙嘅運行基礎原則之一。所以即使喺理論上，粒子亦都必須保持個一啲啲最後嘅冇辦法失去嘅抖動。呢個就係量子零點啦。絕對零度，因此唔係一個可以到達嘅地方啊，而係一個只可以無限逼近嘅極限。就好似你用鏡睇鏡咁樣，永遠有一個鏡像，你自己永遠捉唔到。宇宙就係用呢一個法則防止咗自己嘅死機。雖然係永遠到唔到，但當我哋無限接近呢一個禁忌領域嘅時候，物質就會開始展現咗佢魔幻嘅一面啦。我花就喺度講啦，既然熱運動就快冇咗，咁就按量子規則嚟到玩啦。我講下3個現象啦。第一個，超導現象，水銀喺4.2開爾文嘅時候，電咗突然消失咗啊！電流可以永無止境咁樣跑落去，冇損耗。呢個簡直就係物理學嘅永動機。而家你知道點解啲科學家點都要研究高溫超導啦啩？嗰個可能係能源傳輸嘅終極夢想。第二個啦，超流體，液態氦降到2.17開爾文嘅時候，黏性冇咗啊，變成咗做超流體。佢可以違背重力，自己順住個杯墊咁樣爬出嚟，可以穿過咗你顯微鏡都睇唔到嘅嗰個微小小縫隙。呢個邊係液體啊？
係液體嘅鬼魂啊！第三個，波色愛因斯坦逆聚體，呢個係最冇人。當你將一堆嘅原子冷卻喺接近絕對零度嘅時候，佢哋突然失去咗一個個性啊！所有原子都同步震動，步調一致，就好似一個超原子咁樣，簡直係宇宙級嘅廣場舞。你睇，越係接近呢一個不可能，世界就越不可思議。人類嘅冷凍競賽就好似爭奪到極致嘅奧林匹克。2021年，德國嘅一個團隊創造咗一個紀錄，佢哋將原子雲冷卻到38皮開爾文。皮開爾文係咩概念啊？即係比絕對零度高咗個0.00000000038度，38兆分之一度。佢哋點做㗎？為咗排除一切嘅干擾，佢哋喺一個117公尺嘅高塔入邊，將個實驗裝置下載，製造咗微重力嘅環境。咁樣嘅話，原子就可以幾乎唔受重力影響，運動係降到最慢。呢個已經係人類科技嘅巔峰啦。但我哋知道嗰條終點線，我哋點都係跨唔到過去。講到呢個，有一個更加宏大嘅恐怖故事，宇宙自己本身可能就喺度奔向緊絕對零度。根據熱力第二定律，熱量總係由高溫流向低溫，成個宇宙嘅熵不斷增加，最終所有行星燃盡，黑洞蒸發，所有能量均勻咁散佈喺無盡嘅空虛入邊，冇溫差，冇流動，冇新嘅變化。呢種狀態叫做熱寂，不過係一個達到最大熵嘅死寂嘅永恆嘅平衡狀態。某種程度上，嗰個就係成個宇宙絕對零度嘅時刻。咁如果萬一人類未來某一日真係可以突破到呢個限制呢，咁就意味住我哋可以親手摧毀現有嘅物理定律，可能會打開一個我哋暫時完全冇辦法理解嘅新世界。啲人就幻想啦，極低溫可以暫停生命，保存意識。但係唔好忘，唔記得我哋嘅意識啦、思考啦，本質上依賴原子分子間嘅運動信息傳遞。如果一切徹底靜止咗，咁或許就係意味住感知本身嘅徹底消亡，保存落嚟嘅可能只不過係一個具物理意義上嘅完好嘅軀殼啦。所以呢，絕對嘅零度係宇宙俾我哋嘅鎖，佢鎖死咗粒子徹底靜止，佢鎖死咗我哋窺探咗完全靜止後世界嘅可能。但調翻轉嚟諗，可能正就係因為呢一把鎖嘅存在，保證咗宇宙嘅穩定運行，保證咗量子世界嘅奇異多姿，亦保證咗我哋呢個世界可以有熱量嘅流動，可以有星辰嘅燃燒，可以有生命依靠住冇咁凍嘅環境誕生同思考。佢俾我哋知道運動同能量係何其咁珍貴啦，因為呢一個冇辦法觸及嘅絕對冰冷，而顯得如此嘅熱烈同埋充滿可能。好啦，今日關於凍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啦。你覺得呢個係宇宙設落嚟嘅鎖，係一種限制啊，定係一個保護呢？評論區嗰度傾下啊！我係阿喬，我哋下個故事再見。